继续嘛是正大消息，来看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员干部的交接典礼，行政院的前议长苏贞昌甲查囝苏卡辉拢来参加。爸仔囝同台嘛，互外界联想讲，是毋是老爸要来替查囝友台声势，是毋是就是要以行动来宣告讲要参选到后一届的新北市长？而且苏卡辉更加来表态，讲希望会当互大家感觉讲，我是一个好人选。 院长有没有交代巧慧说选市长要冲啊？真久无公开一个出场，就是甲查某囝苏卡辉共台，民进党新北议会党团干部交接，老馆长苏贞昌来，就互外界伫咧想，敢是要替苏卡辉拍头阵宣誓，参选后一届新北市长。免讲党同华异议员一个无共党，就无要插票，就无要互表现。 我感觉蛮谈安尼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新北市要努力的地方还是非常多。 何国议长当然嘛真关心查囝，拄到过去选战的对手侯友宜、苏贞昌本来个打警到头，原来讲岁上辉，唔知是伫咧戏出神戏，或者是伫戏。那苏卡辉家己选新北市长，看起来嘛真有心想要争取。各地的服务案件我也都有接过，如果大家觉得我可以信任的话，那也可以把案件交给我。我希望大家一直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选，我也会继续努力。各位伫咧国会现场发挥，电影组织除了爱靠苏贞昌原有的实力，机会战略麦当看到苏系布局。很多的项目都是在苏贞昌院长任内拍板定案的，感谢苏贞昌院长跟我们新北市所有的立委，大家一起打拼努力。俄罗拢是真关键的表示，只是侯友宜拢徛踮伫咧边听到这会心情应该受影响。侯友宜在剩下2年多的任期当中，一定会尽有最大的力量。 面对气势真炳的苏家表囝，新北市拿添保一千，就要靠侯友宜这种加倍努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